上海巡署金马坪分署勤务指挥中心的主任郑宗辉涉嫌泄密收黑钱，今日被起诉。9月初3，军人节，国内航空公司推出若是商务舱要有位会免费甲国军升等。那是中国上大间的第三公司中国恒大，今日正式对香港证券交易所落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上海巡署金马坪分署勤务指挥中心的主任郑宗辉涉嫌登记甲重要的公务机密，然后涉互中国知影，各收黑钱暗号非法的业者来走私来过界掠鱼。今日检方依照国安法贪污等罪嫌，甲郑宗辉起诉。两岸关系紧张，中国海警船一直侵扰咱金门海峡，海巡署人员是强力来执法，维护国家安全。不过，前海巡署金马坪分署的勤务指挥中心主任郑宗辉，却是涉嫌登记甲重要公务机密，泄露予中国的海警单位，也收钱包庇走私。25号检方依照国安法贪污也个告知犯罪罪嫌来起诉，并且没收犯罪所得。擅自泄露、交付公务上一秘密之事项与大陆地区所属之海警、渔政机关，建请对庄姓被告判处有期徒刑9年6月，并科新台币600万元罚金。检方调查曾嫌500向非法业者收钱，金额有上8万块，至少500架海巡的勤务表这机密交付予中方，也捌3摆泄露告知，影响边境的关系。检方也发现，伊捌收钱包庇违法业者伫离岛放养。也收钱来协助业者挖界养殖，也是走私。另外也捌泄露诈欺的案件，也个告知予中国方面。在发生当时，我们就立即一次记2大过，追究他的行政责任，予以免职。我们会加强我们内部教育训练。台湾的周遭海域，包含外离岛、金门、马祖一举一动，就是他们的海巡的动态，都会等到勤务指挥中心去。更麻烦的就是说，假设这个勤指中心的主任泄密的话，日常的海巡署的一些正常作息或怎么应对方式呢，其实都被中国所掌握。军事专家分析，海巡单位的困制中心掌握台湾海峡的任何一点变化，若是重要证据拢予中方来掌握，对着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海巡应该调整勤务作为，也个应变的方式，才有法度对抗普什地带作战不断的侵扰。记者综合报道。7月国际航空做伙服务军人，会当升上飞行机。即马9月初3，军人节特别到，为着要感谢国军因的奉献，甲因礼台。华航、中营也有乘务宣布讲，伫9月初3军人节迄天，商务舱若有位会甲现役的军人免费升起这商务舱，也本地军人优先登记的这服务会增加现役军人以一个家属摕家属证，会当升上飞行机。响应罗总统谈话，华航领先宣布9月初3军人节迄日，华航甲华信航空国际线会提供建军礼物。现役军人坐上山桃园、台中、高雄出发的开合线航班出示证件，会当享受礼物柜台服务。另外，伫航班报到的作业结束了后，若商务舱有空位，提供国军本人免费升登到商务舱。在有收入的状况下，不能影响到客人跟员工的权益。最后有空位再给军人搭乘。那基本上，如果是只有这一天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再去这么强烈的反对。如果升等什么的，也是少数人他享受到而已，不是不好，但是没有全面性。信义上的传达，我觉得最重要。所以我觉得，反而在商业行为上去做这样的干预，我觉得反而可能会增加大众的反感。随后，其他国际航空也在咧做。中营航空表示，9月初3迄日，这中营甲立营航空为桃园、松山还是高雄出发的国际线航班，有机会享受升登商务舱礼物。摆渡部分航班适用伫亚洲区域2舱等服务航线。另外，优先登记也扩大到1位市政管辖。成府航空也宣布，军人节迄日提供现役军人空位升登商务舱礼物，适用台湾出发的亚洲线航班。迄日起，现役军人会当甲1名同行管辖出示证件，同向优先登记。可能航空公司评估觉得影响也不会很大，所以他们就都执行。9月也是比较淡季的部分，所以这个航空公司在操作上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学者认为，规划类似金奖的活动对航空公司影响成本较细，也毋过目前伫9月初3无扣10日，临时安排行程机会无大。有旅游部落客指出，有空位国军自动升等商务舱真歹变做常态性搭机夫。一方面是商务舱的营运成本较悬，另外一方面是会甲自家卡客的权益卡着，系统上较歹排除升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即马罢免案隆重结束，总统赖清德宣布会调整内阁，本地公务上紧今日会公布新名单。不过行政院长邓英泰表示讲，人事昨才开始敲，今日也无结果，希望一礼拜内会当来完成。两部罢免案结束了后，总统赖清德正式宣布调整内阁队形。原本国会有725会公布新顾问名单，不过行政院长邓英泰证实会延后公布，并伫这礼拜内完成。所有正式的内阁人事的调整都是从昨天才开始的，那前面都是在做一些预备的工作而已。所以我不可能今天有确定的人选，希望能够在本周稍晚能够向国人提出一个报告。那么也希望这个新的内阁的组成能够得到国人及国会的支持。邓英泰指出，除了已经请示的部会首长之外，也当咧思考甲定选部分新顾问，希望会当为内阁主持新会。也传出改组延后原因是卫福部长柯泰源丁志宏约见了后，到他拒绝发出请示批。我想要求见赖总统。谢谢大家的关心。那辞职信会发吗？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部长的这一个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很多政务官跟着赖总统来，我们是要来做大事，不是要来做大官。定请可能接任后一任部长的台湾副手吕建德也替柯泰源讲话，保证内定转任经济部长的江明鑫同款真低调。然后接掌经济部长的消息嘛，已经获得真实的吗？像这样子的一个傲慢，还有这样子一个藐视国会的阁员，你说他到经济部之后会比郭志辉好吗？我并不觉得。内阁的调整，我们还是希望赖清德总统要真正的拿出诚意来。我鼓励卓荣泰院长大破大立进行内阁改组，然后给社会一新的气象，不需要把每个会期都要进行的正常的事情无限上纲到逼宫，然后总召的事情。另外，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部高思瑶、陈培福等人，前几日也是连续宣布请辞。对总调郭建民表示会慰留，高思瑶讲，唔敢接不挂总调的电话，坚持会下任其他党团后一个会期会有新的气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8月24是乌克兰独立纪念日，加拿大总理卡尼拜访基辅，甲泽伦斯基讨论安全保障。卡尼强调讲，无排除驻军来建立乌克兰陆海空的安全。也美国副总统范斯嘛出来讲话，伊讲俄罗斯有大让步，俄罗斯已经了解到讲，因无法度伫基辅建立政权。俄罗斯答应尊重乌克兰地图的完整，这是范斯讲的。不过有一个问题。范斯无讲，这个乌克兰地图的完整，这个状态是讲目前前线的状态，也是讲双方开战进程的国界线。也针对安全保障，俄罗斯有同意，不过带条件。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讲，这个安全保障就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来提供。也前提是乌克兰就要中立，袂使加入任何的军事联盟，嘛袂使有核子武器。好，讲遮尔侪话，不如得明桥。泽伦斯基的好友普廷就要见面来谈判。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会甲盟友合作，建立对乌克兰陆海空安全的保证，而且无排除驻军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谢加拿大长期的支持，嘛讲安全的架构当中，乌克兰军方会扮演核心的角色。We are working through with our allies and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and I would not exclude the presence of troops. Для нас важливо рано про це говорити. Спочатку буде підготовлена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美国副总统范斯伫访谈的时阵讲，俄罗斯头一届做出重大的让步，包括答应尊重乌克兰领土的完整，放弃牵涉加里政权。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伫受访的时阵强调讲，乌克兰都要保持中立，袂当加入任何的军事同盟。伊还佫指控西方甲基辅设置条件主动谈判，嘛同意乌克兰所讲的筹组安全的担保组织。And guarantors would be guaranteeing the security of Ukraine, which must be neutral, which must be non-aligned with any military bloc, and which must be non-nuclear. The Russian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cessions, so we're going to keep on pushing for a diplomatic solution.
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到协调的情形之下，罗西亚甲乌克兰拢释放146个战俘。罗西亚展现士兵回国的时阵，尤其也大声喊罗西亚万岁的画面，也让乌克兰战俘的家属伫病院外口迎接因的亲人。 Ці емоції не можна передати. 3 роки з половиною ми не бачилися. Це не можна передати, що нарешті ми його дочекалися. Є люди, які сидять в полоні 14-го року, з 15-го року, 16-го року. І вони досі там. І мають бути тут. 羅西亞甲烏克蘭的戰事也未收煞，不過為談判到政府的交換，攏顯示外交要當地的拍拼。 也讓國際社會攏真關注衝突4年了後，真正的和平敢是就要出現啊！公司新聞鄭偉仁編譯。南美洲國家哥倫比亞傳出講發生2件恐怖攻擊，攏總造成18人死亡，幾那10人受傷。其中西部大城卡里發生汽車炸彈攻擊，市長宣布進入軍事戒嚴狀態。 位於哥倫比亞卡里市的軍方飛行學校有軍真濟消防車甲救護車排佇路邊佇等待，軍警也用封鎖線圍起來。當地時間21拜時，軍方的飛行學校護軍傳出汽車炸彈攻擊，造成6個民眾死亡，也有60多人輕重傷。對此，卡里市政府宣布多項緊急應變做法。Ante la delicada situación que hoy vive nuestra ciudad, he ordenado la militarización de Cali. Adicionalmente, hemos reforzado la presencia de la policía en las entradas y las salidas de la ciudad y todos los organismos de seguridad del Estado están desplegados para proteger la vida de los caleños. 除了进入戒嚴狀態，市府也下令暫時禁止大型卡車入去市區內底，來防止短時間內再發生恐怖攻擊。同時，市府也懸賞相當1萬塊美金的獎金，好提供消息協助抓到這個嫌犯的市民。 汽車炸彈攻擊發生之前，各國警方直接直升機佇執行打擊一個高科技閃地任務的中途，遭到無人機攻擊襲來，10個警方人員全數來罹難。哥倫比亞政府把這個箭頭指向 EMC 組織，原本屬有極左派游擊隊哥倫比亞革命軍 FARC 的派系。 FARC 經過幾10年甲政府軍的對抗，在2016年達成停火並且解除武裝。不過 EMC 拒絕接受，繼續甲梅毒的首腦交結，並且對軍警發動攻擊。除這以外，另外一段極左派游擊隊哥倫比亞解放軍 ELN 到這陣拒絕甲政府和談，也不時來發動恐怖攻擊。西班牙國家部的分析指出，這和哥倫比亞安全情勢在2016年和談9年外了後，這陣 依然是真無安定。公視新聞，徐嘉玲編譯。中國風台減去，喺台灣時間下晡4點外登陸越南，目前越南中部有2座機場的航班全面停飛，中部地區甲機面數開超過58萬人。中國風台減去，煞越南中部地區學校是全部宣布停課，部分的客運甲列車已經停駛，海邊啊攏總封起來。 當局預告講，減去可能是因今年以來威力上介強的風台，已經佇重點地區部署部隊協助災區的人員來替力，在必要時陣會來進行搜救行動。來講，英國是中國上大間的第3公司中國恒大，佇今仔早起正式對香港證券交易所賭牌，意思就是講落去。 恒大伫咧2009年踮伫咧香港股市公開發行了後，市值是8,900美金510億，所以因為中國壓制房市，恒大嘅債務嘅危機是刷咧來，就有專家認為講未來會有愈濟房地產業受起來。爬上天堂，閣落入地獄，這是中國恒大佇港股閉關落價的現況。2009年佇港股 IPO 了後，恒大頂中國地產開發商。 算交我管理，風光周轉，民眾也得咧炒房。曾經2017年將恒大佇港股市值衝起哩510億美金新高，也互股價因超過馬雲、馬化騰，成做中國上好嘢。因過這場世紀大波，點火是中國政府提起滅火器也是。2008年美國出台規矩了後，中國為了刺激房市，實施各項稅務優惠，等於是鼓勵民眾甲第三商家己賭局。 世界銀行迄當時掠算中國的房地產投資達到 GDP 的13%，高過 OECD 國家的5%。2020年，中國針對房企的融資提出3道紅線監管，開始打房。恒大等第三商風捲入防服中心，資金斷裂了後，會導致停工、爛尾樓、倒賠。
一一定定。我跟你讲，9月9号暴雷，8月15号你们这玩意儿还能晚上还发那个呢。那是。对于我们的资金链来讲的话，就是扛不住的，就已经断掉了，所以没有办法直到现场为止。 2022年了后，疫情防控，搁一摆将中国邦市拖入谷底。伫这了后，中国现代伫港股的清算停摆落市，拢只是其中的一个状况。 What we see right now in delisting, it is really largely symbolic because the market has pretty much anticipated the pressure in the sector already. So having said that, it still marks the end of the golden age of China real estate sector. 这么多年落来，中国房市危机刚结束，可能也未。其他的房地产商，像华南城控股，等于才互香港高等法院下令清算。现代关键的竞争对手碧桂园也咧进行债务协商。It is possible for more companies to follow the same path of Evergrande, and especially for those that cannot meet the listing requirement in terms of the disclosure and also the auditing releases. 专家认为，即马对中国政府来讲，房市政策的重点并无伫拯救开发商，而是稳定房价甲整个产业。也毋过，美国有名投资银行高盛无遐尔乐观，因伫6月间就捌警告，中国房价可能会继续落到2027年。公司新闻安伦伟编译。 咱台湾中南部受到风雨顿打，即个菜色生长甲真严重，猪肉阁有够贵的贵。即马要开学啊，做营养午餐的业者头壳都真疼，因为甲学校契约签一档，当着即款天灾是无法度来调整绩效，就要家己掠长补底。农粮署表示讲最近有较好天，叶仔类的菜色有够种，伊阁讲对9月初开始，即个菜色绩效甲量会较稳定。 进前有大水雨，和中南部青菜产区是受灾真严重，然后这青菜价销是变真贵。就连猪肉价销最近的批发价每公斤也伫个100块以上，对着菜甲肉拢起起来。和中国小又搁即要开学啊，也过来团鲜业者一直讲挡袂牢咯。午餐的价格在暑假换约的时候重新招标，其实价格都定了，所以学校午餐其实风险就在于说价格定了，所以这一整年的这个午餐的这个食材波动。 厂商都要概括承受，当然短期可以因应，可是很多家长其实也反映说，当时豆芽菜吃太多了，因为团膳业者毕竟他有他的一个考量，可是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比例，就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营养跟健康。业者讲，就少家己吸收成本，而且业者得占信用，豆菜也是冷冻青菜来应用。 也若猪肉也是供应，只是无多遐尼接提供。也毋过最近若菜甲肉拢起起来，台北市农商工会宣布，两价每公斤批发价对44块起到46块。两个中央迄个风台落了，也未恢复再，无两大项起，都要搁起2块，也无两好卖啊。农商工会讲，因为菜较贵，所以真侪民众就较接来买鸡卵。对于农粮署的数据来看。 过来青菜价销伫8月11迄礼拜，平均每公斤是60块3，到18迄礼拜，继续来到平均每公斤是50块3，60块。短期蔬菜都已经陆续复工完成，来采收上市，大概在我们的9月上旬的时候会更趋稳定。也来过来换地介绍，对7月初开始，平均每公斤106.07块，一直到8月也差不多拢是每公斤超过100块。2日更加来到每公斤112.04块，比7月初加贵6块。农业部讲，介绍渴望伫年底慢慢回归常态。不过，这也互部分团鲜业者讲，下学期开学即天实在真歹经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国健署统计讲，胃癌的患者有9成捌验出幽门螺旋杆菌，这种细菌会食落去腹肚，一家伙仔斗阵食饭，有可能会起烧胃。也医生就建议讲，厝内若是有人去治疗，带做伙的人上好是拢爱去检查。胃癌是2024年国人10大癌症死因排名第8，有2000多人因为胃癌过身。英国真侪人认为治疗胃癌是因为爱食烘的甲加工食品，不过这阵啊，医界研究证实，主要的关键原因甲胃部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有关。胃癌3部曲嘛，胃的慢性发炎、萎缩性胃炎以后，才开始进入致癌的状况。在它的前头，就是说在幽门杆菌这一块做一个阻断，延缓我们的胃部进到所谓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未来胃癌的发生率就会
下降。医师表示，胃癌成因复杂，不过研究发现，9成胃癌的患者捌验出幽门螺旋杆菌。国健署统计嘛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后，差不多有9成的患者会出现慢性胃炎。只不过真侪人胃痛、消化不良拢无看心，差不多有1成会发生胃溃疡，还是12指肠溃疡。另外有1%至4%会得到胃癌，以胃癌风险是无感染者6倍。医师提醒，尽管完成治疗，也是有可能做伙食物件，搁再感染。建议做伙住的亲人拢爱体检。如果家中的一个成员有幽门杆菌感染，其他的成员其实都暴露在这个风险里面。最应该筛检的，尤其是配偶。通常夫妻双方的口水接触是最多的。医师指出，有胃癌家族史、长期食薰啉酒、爱食酱咸加工加高盐饮食者，拢是胃癌的高风险族群。建议加幽门螺旋杆菌治疗长期，通降低以后去治疗胃癌的发生率。记者采访报道。这礼拜5就是旧历7月初7，亲牛妈生有人讲哦，牛能进入一档再当生活一摆。也廖庆基歌喜基金会就提一个爱情故事做题材，甲台湾出名的小生小段找来搬戏，要对金童玉女的第1世做到第7世。台顶播演的是旧娘和织女的故事。当年的旧历7月初7，就是七娘妈生，嘛是旧娘和织女见面的日子，也是华人的情人节。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也特别推出来7世夫妻的戏出。为开始金童玉女开始拍落番工开始做嘛，所以一世做到上尾尾的时阵，就把甲迄个七娘妈生甲合作伙，要讲的代志其实是要去争取自由恋爱这件代志。这是廖庆基歌戏基金会专门为7世安排的歌戏表演，对第1世播到第7世，演出上尾1世旧娘织女因为去互剧方大地拆线，一年才会当见一改面，见袂到囡仔的织女和伊6位姐姐，就伫咧天庭暗中保护囡仔，所以民间信仰才会讲七娘妈是囡仔的守护神。你是上我的礼物，看好多呢，这是这个娘娘。这1年来，为母能高雅，甲2位孩儿所做的衫套。这届演织女的地温如分享演出的感想，讲到目屎直直流。伊讲，因为织女的故事，互伊开始谅解定瓜有家庭，无法度陪伴因3姊妹啊大汉的老母。妈妈伫摆伫另外一个家庭的时阵，照顾伊的其他囡仔，有可能嘛会受到本。啊，慢慢啊，我就会感觉。我的心结就会开。廖庆基文教基金会表示，这届结合台湾无同的剧团，要对这个拜告演到礼拜，连续要搬3天。演员对5年级到9年级拢有，希望互中生代和新生代演员互相交流，也替歌戏拼传承。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在台湾真受欢迎的动画人物鲁鲁米，今年已经80岁。也讲到鲁鲁米，作家创作的过程，甲历史有淡薄仔关系哦。咱来看伊背后的故事。伊练练的身躯短短司机，雄雄一个看，那亲像白色的虎马。伊就是芬兰来的人气角色牧民，演过伫台湾翻做鲁鲁米。根据芬兰籍作者杜贝扬森伊的设定，牧民毋是好马，是北欧团岁住伫山内精灵。伊甲亲朋好友住伫大自然，过无烦无恼的生活。牧民头一届上市，离即马已经有80年的历史。一寡介意牧民的大小朋友，拢来芬兰的牧民博物馆，甲这布翁仔欢喜翕相，也献出幸福的笑容。有人讲，细汉时啊，亲人拢会用牧民的故事册伫床边讲故，是家己上界珍贵的童年记忆。I'm a total fan, and now he's a total fan, and our apartment looks like a Moomin shop. 牧民头一本红仔册出版了后，大家真紧都真介意，尾也做成绘本漫画动画加主题乐园，搁翻做60多种语言，一直到今仔日，牧民也是受到全球观众甲读者的介意。啊，毋过伫古水纯真的角色背后，其实有一段黑暗的历史。第一本牧民红仔册标题是《牧民甲做大水》，内容是牧民一家伙仔去互大水冲散，其他的人想要赶紧甲爸爸找倒转来故事。毋故事无轻松，插画风格嘛无后来遮尔显目。有人解读这是投射当时芬兰的国家角色。But her first Moomin book came out in a dark era. She felt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paint, and she started writing what she called a fairy tale.
but she excused herself not to include princesses or princes, but chose her angry signature character called Moomin Troll to be the main figure. 当时拄是二战期间，芬兰被苏联入侵，面临生死，国内气氛压力真大。作者为了提振士气，开始想出一个爱和平、勇敢、高充满好奇的奇幻角色。到尾合作一本册，伫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出版。对二战的结束，这个代志嘛渐渐互人袂记哩。牧民甲朋友因的冒险故事也留伫个册内，持续为世界各地人带来欢乐。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鑫，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